嘿，新車啊，新車。哦，嘿，我車喎，唔係我車喎。唔該，司機。呢架新車啊！呢架新車，龍運大王啊！呢架車龍運大王，因為個有個標誌喺前面咯，個車頭有個標誌喺前面咯。新車呢啲係九巴啲凳嚟㗎，同九巴拼合㗎。係，但係個車型好舊。可能係舊，但係新車嚟㗎咯，依家係。这种灯，什么钱？看不准。这要把这东西这种。好了，能往后退了，反正。點解佢又拉開又做佢又開翻個手掣？點知咩事？個空冇影啊！唔使。一定要由九巴咯，做拼合同龍運拼合嘅。九巴同龍運拼合咗，所以啲凳都同九巴一樣。嗰架車舊係新車嚟，九巴改裝咗呢架先係舊車。我唔知嗰架就係新車，所以九巴佢改裝咗做龍運嘅車，即係佢改咗部分嘅路線。喺個電視成日都變咗係壞為咗，個電視呢個成日壞咗，呢個發動機。同九巴一樣啦，搭就因為拼合兩邊拼合咗，龍運係有限公司，九巴係大公司，唔係有限航空公司，九巴係大。你睇邊個講嘅？嗰個舊車啊，龍運嗰架舊車，就係寫龍運嗰架舊車，就寫嗰個龍運係冇公司，係啊。拉手就拉得。
車。哎呀，咁唔錯嘅個司機真係，佢又拉又開，個手掣唔係個手掣拉一拉嘅啫，可能會拉得唔